拄则讲什么？你也毋是臭人，无听到。查家明马达江海通知东兄立刻发兵，移除攻打玉门关。你讲这话是真的？当然嘛是真实的。也毋过你答应就过，对大同称臣，永不再动兵刀。你都会用去欺骗查家10几年，查家为什么都爱为你守信？公主，敢讲你唔惊生灵涂炭，百姓搁再受灾哦？这完全拢是你造成。生灵涂炭，你是罪魁，百姓受灾殃也是你造成的。那要讲起来，这场的兵灾，完全是我四平贵来造成的。无唔对。你要发兵，我只有一死，以减轻就我的罪名。龙珠，你剑牙开，你莫安尼吓我。四平贵，决心一死，免得做对负心人了。好啦，我答应你，早到莫发兵就是啊嘛。哈，龙珠，拜托的，你剑行开啦，龙珠。哎，龙珠。恁遐阁唔退下，徛在咩创什么？是，哎，哎呦我天啊！哎，今天要干嘛东西？镜子。查家对你，因讲是言情意重。大叔，你若看到伊了后，唔通将我放袂记哦。公主，四平贵并不是负心人，你放心。这句话，查家还阁听一年。我看你对杨宝钏遐尔痴情，看起来你应该毋是一个负心汉才对。好啊，查家还是甲你讲算笑，你也免阁再解释啊。哦，对啦，董主，你甲为好有冤仇伫的，你家己一人倒转去长安，查家实在是真袂放心。啊，无安尼，马达江海，来，将金莲甲带进来。是。老师，这只金莲甲你家带咱的身躯顶。假使你若有啥物紧急的代志，你用叫伊传信给我即刻发兵来解决。前面公主，太监皇帝对面的两将来。哦，蛤蟆。
董兄，公主，董兄，你踮咧这个半路创啥物？哦，公主，我是袂放心来甲你看卖啊。哦，袂放心。先惊讲，公主你的错心太重，万一若是甲龙主两个人来起反目，啊，我踮遮伫咧等你，有必要的时，我嘛通我出面甲恁相劝啊。董兄，你已经知影大王伊是，董兄，你看我有冤枉还是无冤枉？我安尼诚心诚意招伊为驸马，搁将王位来传予伊，结果到即马来，我是一个。这个，是啊，这是啥？水泥嘛。哦，夫妻相处，讲情分，是好是非可必分。五行如影四大顺，虽不挂上。是如何？除非伊比我较好，大王情系不家破。一公主随时，如英雄，寡人之见在心胸。娶贤弟是做为重，不该之中好毛量的，莫非宝钏啊？比我贤，为心并无处言啊。偏见在心田，因为我对龙主有偏见，只因这18年啊，我一直以为讲伊会倒转去中原，所以我处处都伫咧注意，甚至我连兵权嘛唔肯交予伊啊。有啥物路用？到即马，伊嘛是共管理过我。哦，如果若毋是我亲手将灵旗来交予伊，伊若是想要走，嘛走袂去啊。啊？董爷，原来是你！董爷。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伊转去中原是要找伊的家后，你知？正是为着这个原因，我才肯将灵旗来交予伊啊。我问你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到底是我你的同妹，或者是王宝钏才是你的同妹？公主，你爱知影。我太英叔一生最重就是义气，我会安尼做，不但会来成全伊4片鬼，对公主来讲，
敢是会当落伫一个谦良贤淑的美名呢？恁讲甲遐好听，假使楼主若是无倒转来，小心，到时阵我会找你讨人。哎。大哥，我甲你讲吼，迄李昌吼后摆袂过来甲你过年啊！大哥，你哪会知影？我听人讲，伊这2工仔要甲这个有形象的查某囝王玉芝小姐订婚呢，啊嘛是为好做媒人的呢。弟夫啊，我早起去街啊吼，甲人分2个烧饼，啊，还阁烧烧你记者啦。大哥，你家己腰疼都疼到遮厉害，可为着我去甲人分，我要来忍心的。我腰疼，我腰疼，啊，你无食敢会用的哦？唉，迄李三毛，送一张批去甲西凉啊，几落个月无消无息，我要急死人。二哥，伊是沿路甲人分去西凉，免后遐紧就倒转来。啊无三弟若看到你的血丝哦，嘛应该爱赶紧赶倒转来咧。对啦，大哥，后摆你若去共分，你家己分有够通好食就好，你毋免管我啦。免会用的啦，啊无你要食啥啦？我有弟母玲仔通好度日就好，等待死咯，赶紧倒转来。突然间哦，这个雨安尼落无停啦，啊，拢嘛你啊，迄人个李大爷恁仔在哦，才伫要去甲人定亲啦尔，你就直直甲我赶讲今仔日我就去共斗骹手，毋则互我去互大雨压甲规身躯湿糊糊。但压一个雨是安怎笑？啊，若毋是讲阮舅仔住伫李家吼，伫做官家，咱才有法度去斗3工呢。啊若无，你要共抱，若无你会分啦，我甲你讲，那我甲你讲哦，你着爱知影呢，啊，迄个李公主啊，李昌啊，迄个是啥物人？你知影？是咱这个天下兵马大元帅迄个为好的表小弟，你知？
伊要娶的是啥物人？你知？是你王相爷的千金呢。迄咱今仔日哦，来甲迄个好野人跟富贵人斗相共啊，嘿，一定会当得真侪赏金啦。你啊老呀，我有听人去讲呢，相府这个千金哦，是无爱这个李昌啦。突然间今仔日哪会答应这场婚事？这就是吼，迄个为好年工做婚人的啦。迄小姐嘛，才3工前才答应这件婚事的了。皇上上千金，为何出事？毋是讲宝钏是在讲什么人？你苦守汗流队，又托二哥送货丝来给我，现在我赶倒转来，你答应一位李昌的婚事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徛在的汉来哟，夜眼望的，人事已非景相同，车己不在，不知是何处往。